本人书刊客家名录学院明日的学院新闻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秀薇7月30號來到新竹縣竹東鎮出席竹東客家文化大和堂計劃重陽典禮，留後輩沙定進行嘅工程祈福，今年順利，還希望竹東大和堂現代完工以後，變成新竹鄉親的生活、交通、娛樂也等方面嘅多功能場所，未變成浪漫台三線嘅公共鐵體。本對外地來嘅旅客也做得享受客家氣氛，認識客家文化，變成竹東嘅代表性鐵點老標誌。顧主委提到，竹東大和堂嘅設計做得滿足民眾多方面嘅需要，一種需要就是客委會一路以來非常重視客家鄉親的客莊生活，做得老都市嘅居民共用，享有平等、優良嘅生活品質。故說，客委會為沙定支持客莊建設，老客家相關活動，建立本地樂業嘅客莊生活空間。客委會希望透過竹東文化大和堂計劃，帶動地方文化嘅成長老發展，提高公共嘅效果老利益，帶本居民同旅客行他安全、眾賞有歡樂嘅環境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學二就是鄉親，感謝所有鄉親熱心嘅支持，感謝所有鄉親熱心嘅支持。唔學為忙，下一拜章來了。